1964年创立的嘉义县绿草国中是绿草唯一的国中。为了要感谢这间学校60年来对地方的栽培，学校的老师、学生也个毕业的校友，甲嘉义县文化基金会合作，用约半年的时间创作出故宫笑馆，介绍绿草15村有地方以上的花叶帮墙，也要争做学校的艺术地票。一片一片的艺术花叶帮，亲像斗图同款，计共15片的花叶帮，顶面拢是各砖头的特色。嘉义县绿草国中这座关国公笑的作品，是绿草国中毕业校友甲师生共同创作的花叶艺术品，要来庆祝绿草国中已经60周年了。用咱的在地文化，各乡镇，咱各乡镇的一寡人文艺术啊，然后结合成说来做我们的鹿草的一甲子的延续，然后和大龙中华业15川的各地的文化特色，包含了宗教的啊、文化的啊、艺术的啊，然后产业的啊、农特产品好的一个题材，好，咱来设计成一个墙面的陶艺作品。学生甲毕业的校友，两边的人拢利用时间学习安怎透过花叶来创作。嘉义县文化基金会邀请老师伫社区甲学校替大家上课。上课的老师就讲，这个作品真困难，动用60位是大甲学生，共用将近半年的时间才完成。因为花叶伊的单一的体积，伊袂使伤过大，因为伊要经过烧，好加上伊的浮雕的创作啦、烧制的过程啊，其实那像这个作品量体遮大，其实制作的过程是非常困难的。那这个学生甲家长做伙做这个作品，其实非常的有意义。伊唔但会当促进咱的亲子的关系以外，伊嘛会当互咱的绿草有一个新的地标。基金会表示，绿草国中是在地唯一的国中，真侪在地人为阿公阿嬷迄代开始，拢是这个学校毕业的学生。这个透过这种青年共创的艺术活动，唔但替学校庆祝生日，嘛互在地记忆有上顶传承的艺术品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